歡迎嚟到研究之後 Making Sense of the World。每一集我哋都由科學研究出發，試下了解一啲有趣嘅新發現，可以點樣令到我哋嘅世界同埋生活多一點不一樣。新一年開始，好多人都會諗，要唔要跑馬拉松呢？使唔使再操得 fit 啲？好唔好變得更加有效率呢？呢一啲可能係好多人嘅新年目標，但係有一篇科學文章反而提出咗一個相反嘅建議。如果今年嘅目標唔係要做啲乜嘢，唔係要變得更強，反而只係要變得更加平靜，你又覺得點樣呢？我哋大家都知道，長期壓力對身體嘅影響好深，由心臟健康、免疫系統到心理情況同埋睡眠質素都同壓力有關。心理學家用一個詞去形容呢一種嘅累積效應，叫做 allostatic load， 即係身體因為長期應對壓力而出現嘅磨損。當我哋感到平靜嘅時候，其實就係俾機會身體去 reset， 俾機會身體去減低呢一種磨損，令到我哋嘅情緒、睡眠甚至免疫系統都可以慢慢回復到一個比較健康嘅狀態。但係到底點樣做先至可以變得更加平靜呢？第一個有趣嘅發現係，平靜唔一定嚟自改變現實，而係嚟自控制感。有研究發現，當人覺得自己喺一個壓力情景入面有得揀，即使個問題冇即刻消失，壓力都會比較容易被化解。重點唔係要控制一切，因為呢個根本係唔可能㗎，而係要喺呢一個外在嘅框架入面，揾出你其實仍然可以控制嘅元素。例如返工嘅時候要處理一啲你好唔想處理但係又推唔到嘅工作，呢件事本身當然唔係你可以控制到啦，但係你仍然可以決定你係而家處理啊，定係飲完杯咖啡先處理，以乜嘢方式同埋節奏去完成佢，同埋今日放工之後點樣獎勵自己。第二個可以令到我哋變得更加平靜嘅有趣發現，就係善待自己，對自己溫柔啲。研究發現，善待自己嘅人喺面對困難嘅時候比較少逃避、否認或者過度自責，反而更加容易用健康嘅方式去應對，而佢哋嘅焦慮、抑鬱同埋壓力水平亦相對更低。心理學家認為要做到善待自己，有3個主要嘅元素。第一就係對自己唔好太嚴苛，喺經歷痛苦或者失敗嘅時候，要對自己保持溫柔同埋理解。第二係要明白挫敗係好多人都會經歷嘅事，佢只係人生其中一個小篇章。第三係唔好過度沉溺喺負面情緒入面，反而可以將專注力放喺你當下享受嘅事情上。但係研究亦都提醒，如果過分善待自己，係有機會變成自我中心。所以一個比較平衡嘅做法係，善待自己嘅同時，亦要練習善待他人。例如細心聆聽他人嘅說話，當有人同你分享佢嘅困難，專心聆聽，試下設身處地咁樣去諗，俾多啲支持對方。第三個可以令我哋變得更加平靜嘅有效方法，就係要夠多元化。研究指出，同一個人喺唔同嘅日子、唔同嘅時間、唔同嘅場景，都可能需要唔同嘅方法去調節情緒。例如有一日你可能需要做運動，將累積嘅壓力釋放出嚟，但係另一日你可能係想同一個信任嘅人傾下偈。另一啲時間你甚至可能只係想靜靜地寫低自己嘅感受，又或者俾空間自己去重新理解一件事。重點唔係要揾到一個完美嘅方法，而係要識得按照當下嘅狀態，為自己揀一個可以幫自己慢慢平靜落嚟嘅方式。平靜唔係懶散，亦都唔係放棄進步，而係一種對身體、對人生節奏嘅尊重。可能新一年最健康嘅決定，並唔係再加多一個目標，而係容許自己有時慢啲，其實係 OK 嘅。呢度係研究之後 Making Sense of the World。下次我哋再由科學研究出發，睇下啲有趣嘅新發現，可以點樣令到我哋嘅世界同埋生活多一點不一樣。